我很意用，因为开始係每禮拜一的客家百年文學篇的專題報道，對客家文學一隻詞出現以來，無論係強調內容上，還是在表達客家文化身份，也算喺形式上要用母語來寫，如引起文學創作者佢熱烈的討論，也如果有人去做，目的如一啲，希望一個寫客家的創作，使得越來越普遍，俾越來越多人看到。 讀這本書的時候，我有很大的收穫，因為我在裡面看到許多我過去沒有接觸到的客家意象。貴片用教育部該用客家嘅詞，我知道可能有點困難，不過用得冇問題啦。客家文學審計會確實有人重視，有人寫，不過確實嘅世界超多到危機，就係母語天天嘅流失咧。 客家文學到底係寫客家內涵嘅文學，還係用母語來表達嘅文學呢？高挑王阿香姑都強領客種台嘅，客數中午上打必背，至今秀兩本半詞傳嘅小說，福彩叫強領，20年前就寫到東人對客家動好奇咧。 因為種牛啊，你飼牛啊，因為以後把料種啊，那朋友當多啊，哈，你喜歡搞啊，肚子餓，想要找到野巴啦，也都全部你生活點點滴滴，就累積你那一段生命裡面所有的命運。20年過後，完全發表母語創作嘅客家文學送歸刊出版咧，從新詩、散文到小說各種文類，強調我手寫我口，直接用母語來思考。 客家話唔係講單單講嘅啲，咩都係寫出好嘅文章嘅。我相信一方面嚟講，也係對提升客家話嚟表現客家話最好嘅方式。既然係母語書寫，就天作為有對應用詞。教育部到98年推出了第一批305屆，還有99年第二批228屆客語書寫推薦用詞，希望未來客語文字做得標準化。 大家經過20-30擺嘅開會嚇，也有講也有拗啊嚇，拗嘅時間費一段時間啦嚇，唔過目的就一樣，只一隻啦嚇，希望推薦出來嘅係好學好用。佢講客家，佢講嘅東西，客家是係辦法講100%同意啦嚇，當然簽好。 李孔橋推語文文教基金會到1998年開始舉辦全推母語創作比賽，10個年內參加比賽嘅作品，客語好多都有新裝。後來這幾年，其實我們發現說，有更多的母語老師來參與這個創作。在2002年之後，就至少有幾千個人嘛，哈，就是投入這個各族群母語教學的這樣的陣容。那這個母語教師就變成一股蠻大的這個母語文學創作的一個基本的一個關公背地啦，哈。母語創作係做得用政策來推動嘅，無論係文學性嘅內容書寫，亦係用母語來進行創作，都做得同時進行。一旦當時同小鎮所談一個客家文學嘅時候，方言文學嘅時候，就提到一個問題，而就一直強調要將我哋使用嘅詞彙、我哋嘅習慣嘅用語語法，實土單一文學中來展現一個客家嘅特色。文學界生命力類似打造莫橋梁詩推，大概作家嘅文化創意累積類嘅。客家百年文學一路行過來，經吸收各種嘅養分，呈現出多年面貌。接下來可向下20百年繼續新裝下去。客家新聞潘景祿、汪小溪推北報道。